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1月24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46篇，箴言第8章第1節到21節，馬可福音3章13節到19節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呼召。咱昨講到雅各伊上喜意的囝約瑟。伊所以會當看這個壓迫誠做無代誌，迄是因為伊真正清楚明白上帝予伊的呼召，就好像親像伊對伊的阿兄所講的話。約瑟閣甲伊的兄弟講：較晚來我遮，因就晚去。伊講：我是恁的小弟，互恁袂來埃及的約瑟。恁毋免因為賣我來遮艱苦，心艱苦，自責。這是上帝派我帶生恁來，通保全大家的性命。但期遠已經2年，還有5年袂當種植，無通收成。上帝派我帶生恁來，是要留恁的後代佇世間，閣要解救恁，保全恁的性命。安尼看起來，派我來遮的，毋是恁，是上帝。伊閣予我成做埃及王的首席顧問，做埃及的宰相，管理全國。這是記載佇創世記45章第4節到第8節。咱閣看一下第7節到第8節，約瑟所講的話。伊講：上帝派我帶生恁來，是要留恁後代佇世間，閣要解救恁，保全恁的性命。安尼看起來，派我來遮的，毋是恁，是上帝。伊閣予我成做埃及王的首席顧問，做埃及的宰相，管理全國。伊非常明白上帝的呼召，所以因為安尼，伊就活得真有智慧。伊無予家己所拄着的困境以及各人的情緒來受到影響。跟對着上帝的旨意呼召來行，這就是智慧者。嘛，因為聖經有甲咱講啊，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。不但是安尼，親像今日的經文箴言第8章第1節到21節，真明白提到這個智慧的呼召。標題寫着稱讚智慧。就聽智慧在叫，聰明在出聲。智慧佇路邊懸的所在，徛佇十字路口。智慧佇城門口，佇人在出入的所在大聲喊：眾人啊，我叫恁；世間人啊，我對恁講。戇直的人啊，着學習精明；愚妄的人啊，着追求聰明。就聽我要講極好的事，要論正直的代志。我的喙講真實，我的喙脣掩惡邪惡。我所講的話攏公正，無彎巧，無歪巧。明理的人攏會了解，有知識的人攏會看做正確。接受我的管教比得到銀較好，得到智慧比得到純金較好，因為智慧比紅寶石較好，人所喜愛的攏袂當甲伊比。我是智慧，予人精明，予人有智慧咬計劃。敬畏上主就着掩惡邪惡。驕傲自大邪惡的行為，以及頑巧是非，攏是我所厭惡。我有策略甲真智慧，
我聪明有能力，君王靠我来统治，统治会通过我定公平的法律。皇亲贵族、世上的审判官，拢靠我来掌权。听我的，我嘛听伊；恳切找我的，会找着。好业甲尊贵是我所受事，久长的富裕甲繁荣嘛是我所属。我予人的果子比纯金更较好。我予人的修行比纯的银较好。我行公义的路，行公平的道路，予听我的人得到财富，予因的财富满满。耶稣基督伫传福音的过程的中间，也有济咧军队伊的人。有的人是认真咧军队，有的人是听到名声来对，也有的人是耶稣基督亲自呼召。但是咱毋知影耶稣基督是毋是一开始就呼召12位，应该是讲耶稣基督伫济的军队这的中间来竞选72个门徒，然后最后才竞选12位，并且设立因成做使徒，就是受呼召的、受差遣的人。马可福音第3章13节到19节，安尼记载着耶稣基督竞选、呼召，并且设立12位门徒，称因做使徒。圣经的标题讲耶稣设立12个使徒。耶稣上山召集伊所喜爱的人，因就来。伊设立12个人，称因做使徒，是要互因甲伊做伙，佮找因去传道，嘛互因有权柄赶鬼。伊所任命的12个人就是西门，耶稣甲伊叫彼得，西比泰的囝雅各，甲伊的小弟约翰。耶稣甲因叫做半年期，意思就是雷公仔囝。佮有安德烈、腓力、甲巴因、罗马、马太、多马、阿里斐的囝雅各、达太，即经党的西门，以及出卖耶稣迄个以斯加略的犹大。基督徒要成做有智慧的受差遣者，成做智慧的囝，嘛是需要成做忠心的仆人。诗篇46篇，上帝甲咱同在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是咱的溃难，是患难中及时的帮站。虽然地大变动，山刷到海中，海水硬涌哗哗吼，山因为海中摇绝，咱拢免惊。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互上帝一声欢喜，就是至高上帝徛起圣的所在。上帝踮伫遐，城一定袂摇动。天不光，上帝就帮赞伊。列邦哗哗吼，列国摇动。上帝出声，地就消扬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甲咱同在。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，来啊，来看上帝所做，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。伊压指经站两枪，放火烧战车，伊互战争拢煞，全地和平。伊讲拢静静，就知我是上帝。我伫列邦要受尊重，伫全地要
受尊最大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甲咱同在。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。感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护着阮，成做你的仆人。恳求帮助阮诚心实意的敬拜，忠心无偏离的军队，成做福音中心的仆人。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